大家好，我係時事我聞。即係當我哋睇下人類歷史上咁多場革命嘅時候咧，我哋會發現呢啲革命通常都係失敗嘅。點解會咁樣？因為當我哋去推翻一樣嘢嘅時候，呢個係好容易，但係要建立就好難。咁所以到最後通常只會產生一個新嘅暴政咯。而呢個暴政好多時係比起舊嘅暴政更可怕嘅。咁所以我諗我哋都好難去否認呢樣嘢啦。就係話同大部分嘅革命比較嘅話咧，呢個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嘅辛亥革命絕對可以算係一場成功嘅革命嚟嘅。因為雖然中間就有呢個袁世凱嘅稱帝，但係當中國同清朝走向民國咧，呢個過程基本上都算係和平嘅。咁但係以上所講就係政治方面啦。至於文化方面又係點咧？咁喺呢度我哋就要睇下呢個五四運動啦。即係我哋前面就係講到呢個新嘅暴政點樣取代舊嘅暴政啊。咁其實呢個喺文化上都係類似，而呢度講緊嘅就係呢個舊嘅思想同埋新嘅思想。咁當然我就唔會將舊嘅思想等同於暴政。但係你話呢個舊嘅思想有冇隨住時間而出現扭曲同埋僵化呢？咁呢個一定係有嘅。但我哋都知道呢個新嘅思想裏面就包括咗共產主義啊，而共產主義所害死嘅人數係遠遠多於其他意識形態。咁所以呢個其實又係咪一種倒退呢？咁當然有啲人就會話啦，就話呢個五四運動嘅口號就係德先生同賽先生咯，而民主同科學係咪都有佢哋嘅正面意義呢？咁呢個確實係冇錯嘅，因為我哋都冇理由去反對民主同科學啊嘛。咁但係我哋呢度講緊嘅就係文化嘅問題，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呢樣嘢咧？就係話呢班五四知識分子都認為當時嘅中國係好落後咁。而呢個我哋都唔否認，咁但係呢個係咪就等於你應該去抱怨你嘅傳統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好似你喺度怪呢個古人點解冇幫你發明冷氣同埋電燈咯？而呢個就係好好笑，即係你知唔知呢個世界上有幾多民族係連自己嘅文字啊、思想啊，又或者係連一部似樣嘅文學經典都冇嘅咧？即係我覺得一個人有時候都應該要感恩，咁但係呢班五四分子就淨係識得抱怨啊嘛。即係有時我哋見到一個人對於一樣嘢嗰種仇恨咧，佢真係乜都講得出嘅。例如我記得以前上堂就睇過呢個胡適嘅文學改良初二咧，咁裏面就喺度批判呢個所謂嘅民以載道，但其實呢個係咪都好好笑？即係我哋都知道呢個講法就係出自韓愈啊嘛，而韓愈嘅文章就係中國文學裏面嘅經典嚟，咁所以從唐朝到而家已經超過1000年啦，韓愈嘅文章都不斷有人閱讀嘅。咁請問你胡適嘅文章係咪超越韓愈呢？即係我哋姑且拋開你同唔同意韓愈嘅價值觀咧，但係本來就冇人話過呢個民以載道裏面嘅道係一定要符合儒家嘅道。咁點解我唔可以喺寫文章嘅時候加入我自己嘅理想同埋價值觀？即係呢個根本就係攞嚟講。咁所以我喺呢度就想同大家分析下啦，就話呢個五四運動到底點解會變質嘅咧？咁喺呢方面咧，我認為呢個牟宗三先生嘅睇法都非常值得參考。而佢認為問題嘅根源就係呢個理智主義。咁佢就話咧，他們以為天下無有不可以科學方法處理的，凡不可以科學方法處理的，他們以為都是不科學的，都不是學問的對象，都在輕視的範圍中。依此，理智一元論即轉移為科學一層論，此即為淺薄的、乾枯的、近視的理智主義。自由主義落下來而成為寡頭的理智主義，在智方面是平面的、一層的、
總之則歸於現實主義、功利主義、自然主義，而成為精神之否定。咁牟宗三喺度到底想表達啲咩？其實佢就喺度問緊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就話要對抗共產主義咁，但係你到底打算用啲乜嘢嚟對抗佢呢？即係我哋講呢個民主啊，或者科學啊，呢啲其實係唔足夠嘅。牟先生就提到呢個自然主義，咁呢個同共產主義所提倡嘅唯物主義其實就係冇分別。至於自由主義點解會變成功利主義？咁呢個就係因為資本主義陣營提倡嘅自由市場學說啦。而呢套學說就係基於呢個所謂利益最大化嘅原則嘅。咁當然追求自己嘅利益並唔係一種罪啦。但係而家你面對嘅就係一個邪惡而又強大嘅力量咁。咁其實你又係咪需要一啲理想呢？咁所以牟先生就繼續講啦，我們必須從僵化的理智主義中、理智一元論、科學一層論中覺醒。於是，既然不能不加強我們的文化意識，恢復我們的文化生命，這裏是樹立自己抵抗共魔的領導原則之所在，而亦是自由民主的有效根據也。咁大家覺得呢番說話有冇道理呢？即係我哋前面就講咗牟宗三先生嘅一啲睇法，但係其實呢啲睇法都唔係佢獨有嘅。呢個蘇聯嘅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就曾經喺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呢，而佢喺裏面所表達嗰種洞見同牟先生都係好相似。咁話說索忍尼辛就寫過呢個古拉格群島，而裏面就係講佢喺西伯利亞接受勞改嘅經歷。咁所以索忍尼辛對於共產主義嘅批判就係非常之激烈。咁但係當佢真係去到美國嗰度見識過佢哋嘅社會之後呢，佢所感受到嘅就只有失望。佢認為美國人雖然喺各方面都好先進，但係內裏都係非常膚淺同埋庸俗嘅。而由於自由主義嗰種傲慢呢，佢哋基本上都已經將自己嘅傳統同埋信仰拋咗入垃圾桶。咁所以最後將成個社會綁埋一齊嘅就係咩？就係呢個所謂每個人都有機會發達嘅美國夢。我嗰個索忍尼辛亦都唔係完全悲觀，因為佢就係提醒我哋其實仲有一個美國。而呢個就係中西部嘅美國咯。根據索忍尼辛嘅觀察，中西部嘅美國人都係未受到嗰種城市嘅習氣所沾染，佢哋保留咗當年西部拓荒者嗰種刻苦嘅精神，而且生活亦都係非常樸實嘅。咁所以索忍尼辛就認為佢哋先至係代表美國嘅希望。而呢種現象其實係咪都好普遍？因為嗰啲奇怪嘅意識形態往往都係來自大城市，而我哋到咗今日似乎都可以觀察得到呢樣嘢。咁所以呢一集就講到呢度先。我前面引用呢個牟宗三同埋索忍尼辛嘅內容，我都有擺喺說明欄裏面。如果你睇到呢度都覺得唔錯嘅話，就可以幫我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咁我都會好感激。